G7 七大工业国嘅国防部长会议起稿，讨论到俄战争加中东嘅情势。G7 是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，嘛呼吁加沙地区停战，要求哈马斯加人质拢放出来。另外，针对中国伟大军演，G7 也表示欢乐。G7 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国防部长会议在意大利南部城市那不勒斯展开。会议重点集中在这几冬来的乌俄、中东、亚国大海这的国际情势恶化。在会议了后，G7 国防部长发表联合声明，而且警告全球安全框架已经恶化，显示两款不同的世界观的对抗，加深紧张情势。On one side, the countries and the organizations that believe in a world ord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law. On the other side, those who systematically disrespect democracy to pursue their objective, including by a deliberate use of military force. 面内底佫一摆强调 G7 会坚持继续支持军援乌克兰，支持乌克兰无法度改变的全面融入欧洲大西洋体系，包括加入北约，嘛谴责俄罗斯破坏全球的稳定秩序，佮展开战争，佮对使用核武的言论。另外，对中东紧张局势，联合声明是表态支持敦促马上伫加沙停火，要求武装组织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，而且对联合国维护人员在黎巴嫩受到威胁表示关心。针对印太地区，G7声明嘛，佮一摆强调，维护台海和平佮稳定是维持国际安全佮繁荣的必要条件。而且对中国、俄罗斯联合军演，中国正在台湾周围进行军事演习，表示欢乐。Allo stesso tempo esprimiamo la nostra preoccupazione per l'intensificarsi della cooperazione militare tra Cina e Russia, così come per il continuo sviluppo del programma nucleare della Corea del Nord, che rappresenta una minaccia diretta alla pace internazionale. 德国国防部长嘛对中国、北韩援助俄罗斯表示欢乐，认为乌俄战争影响大力拖到全球各地。而 G7 国防部长会议了后，各国意大利、英国佮日本会举办三方会议，讨论包括第6代运行战机的开发。公司新闻台是董炳耀。